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生活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体会甲知明，为你应了真济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心唯的羁绊，保护我无你期待，带我脱离灾害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一生的礼物，注定将我世界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心唯的羁绊，保护我无你期待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一生的礼物，注定将我世界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日到大家三角组织伫主的圣殿。虽然天气寒冷，但毋过咱犹原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。这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安静咱的心，将咱家己全人全心交伫主的面前。咱用主来祈祷，咱用主来学乐。感谢主伊的丰盛的赏赐，伫咱每一人的生命中间。咱开喙来向主献出咱的祈祷，咱的学乐的祈祷来到伊面前，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请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快乐，你是阮的平台，阮的心若我靠你，得到帮助。主啊，今日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内，毋是我靠阮家己，成为你的分底，将阮三角组织。阮的心充满欢喜快乐，与你的保守甲看顾，无法等过。无论阮伫生命中遇到啥物款的挑战，你总是阮稳当的倚靠。互阮的心中有平安，有盼望。相信我们专心专意，将上赞献予你。愿阮所求的诗歌，阮所献上的敬拜，单单归荣耀予你，因为你是配着阮一切而乐的主。主啊，愿你降纳阮的敬拜，愿即时信心自由行伫阮的中间。赏赐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粒较无的灵来亲近你，家己三结的。愿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，家己来三顿；愿伫诗歌中来得到力量；愿伫祈祷中来领受新的盼望。愿你困求祈祷，互靠主耶稣的生命。这是咱嘛为着咱的罪来摆在主的面前。因为圣经安尼记载，咱若承认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，一定会赦免咱的罪。咱有时来犯罪，但毋过咱拢毋知，像是只是咱将咱所有的罪，所有知也是毋知的罪，拢摆在主的面前，恳求主的保护来洗净咱所有的罪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主啊，你讲阮若承认阮的罪，你是信实是公义，一定该赦免阮的罪，洗净阮一切的罪。主啊，今仔日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常常伫思想、伫言语、伫行为中间来看过你的眼光，恳求你来怜悯阮，赦免阮一切的过犯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阮所徛起这个土地来向你来认罪。这个土地常常因为人心内的骄傲、自私、拜偶像，要实行公义，
来开顺主你的恩典。我嘛来承认，阮常常来离开你的真理，行伫家己的道路。主啊，恳求你来赦免，也搁来医治阮这块土地，互你的公义甲你的慈爱，临到阮所徛起的这个所在。主啊，求你用耶稣的基督的宝血洗净阮，洗净这片土地，互阮搁做你圣洁的子民，尊叹你的心意。愿阮的性命、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，拢回转向你，互你的阳光、你的福音遍传伫阮这块土地顶面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这是咱们为着咱所有家庭，为着咱富阳教会所有兄弟姊妹的祈祷，求主来保守咱的心，莫受到对敌的攻击，有平安、有喜乐、信心甲美满，互咱甲厝邻的人会当关系会当和睦，互咱厝邻成员的心灵慷慨，职场也是学校、同事也是同学之间有好的人际关系。咱嘛为着咱所有家庭的经济稳定，来解决财务的困境，咱来祈祷。咱嘛为着咱逐人的身心灵健康，有疾病、有患病，也是有心灵忧伤的，为着厝邻的人的健康来祈祷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请天父，今仔日我要将阮家己、将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你知阮心内软弱甲需要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心，免互对敌来攻击，互阮伫你的内面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信心、有美满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甲厝邻的人关系会当和睦，彼此相听，互每一个家庭、身心灵拢有得到你的医治甲安慰，互你的疼伫阮的进入阮的家庭中间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阮厝邻的人来祈祷，无论伫工作职场，也是伫校的生活，就恳求你将你的智慧甲恩典授予互阮，互阮无论伫同事，也是细囝伫同学中间，拢有美好的关系，会当活出基督的见证。主啊，要叫兄弟姊妹的经济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供应一切所需要的。解决所有财务的困境，互阮经历你是丰盛的上帝。恳求你，搁看顾阮的心灵健康，病会当得到医治，保守阮的家甲厝邻的人拢有健壮的身体，会当用性命来荣耀你的名。主比里面的天父，你看顾阮，阮需要阮心灵，阮需要你的医治甲恩典。恳求你来医治阮教会中所有身体病痛、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，求你怜悯因、看顾因，你的灵医治的圣手，就临到因的心上，医治病痛的人，互病痛的人会当早日得到健康。上时嘛会为着失丧亲人的家庭来祈祷，也恳求主你安慰遗族，赐了安慰的灵，望临到因的中间，亲自刺去因的目屎，互因成全因的瓦壳。主，我们感谢俄罗你，我们感恩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。这是咱为着咱教会事工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特别咱嘛开始咱50禧年庆祝的脚步，咱嘛是为着50禧年所有的事工来献上祈祷。也为着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甲服侍团队、甲所有的团契的干部、首长，也是全职的同工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恳求主来引带因头前的路障，互咱一切所备办的、所筹备的活动，拢会当顺利。咱三角出声来祈祷。请天父上帝，我们将教会所有的同工、事工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呼召阮伫你的殿中来共中来服侍，恳求你将属灵的恩赐
服侍智慧甲能力，收束伫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服侍团队，佮所有团契的首长干部、全职同工的中间，互因伫一切所做的事，顶面拢有你所手事的力量甲引带。希望上帝，我嘛要搁为阮教会属灵气氛来祈祷，愿你的圣神灌压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搁较渴慕你的同在，愿欢喜来祈祷，专心来渴慕你的话语，用热情的敬拜来荣耀你，互阮教会成做圣灵充满同在的所在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阮50迄年来祈祷，尤其伫即个影子50迄年的时刻。我们将一切筹备一切安排全部来交托伫你的手中。特别我们将规个系列长老教会建造复兴系列的研讨会，主啊，求你赏赐合一的心，亲自来带领一切事工，拢照你的恩典甲旨意来完成。阮为着要看见台湾正教会的复兴，来见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要将一切甲筹备一切计划，全然交托你的圣手，求你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阮的感恩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这是咱嘛为着咱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，求主来兴旺挑旺咱的心，使了更较侪渴慕的灵、敬拜的灵、学乐的灵，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，互逐项的服侍。敬拜来单单荣耀主，咱嘛要为今仔日牧师的讲道，甲两所有的礼拜场次，甲服侍人员，甲团队咱献上咱的祈祷。咱嘛特别为着夏牧师今仔日外出伫别个教会的服侍，咱嘛献上咱的祈祷，互夏牧师今仔处所做的工，拢会当荣耀主的名。咱三甲出声来祈祷。还有亲爱主上帝，我们将今仔日主日礼拜完全交托伫你的圣手。主啊，阮渴望你的同在，恳求你今仔日伫阮中间来兴旺阮，使了更较侪渴慕的灵、敬拜的灵、学乐的灵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伊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为今仔日的讲员詹牧师来祈祷，恳求你给我伊的嘴，互伊所传讲的信息，我有对你遐来手术的能力。诚做正兄弟姊妹的造就甲安慰，求你予伊用伊的分享来激励正人，互阮伫礼拜中得到精神的异象。主啊嘛，要为着今仔日所有的服侍同工，全然交托伫你的掌管甲恩典，互阮亲自来领受，经历你同在的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。应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赐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真济，愿你甲我同在。就是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三角对做一点来起立，咱来用光时光敬拜咱的上帝。带我带你在海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热心的器具，主行将我世界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赐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真济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心里的顶台，保护我无入试探，带我带你在海，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
做你决心的起舞，主听充满世界，做你决心的起舞，主听充满世界。哈利路亚！咱用俄勒来练习，正是咱所有敬拜的上帝面前。全心感谢，全心乐乐，敬你为的梦。全心颂赞，献上敬拜，是最对的过程。为你爱你，拢把我如喜乐满满。常常感谢，基督无山，远方在你，我要全心乐乐，跳舞旋乐你名。为你跟你这个行过人世间这日，我要全心乐乐，永远乐乐可要乐，我要大声乐乐，你永无散。全心乐乐，敬你为的梦。全心颂赞，献上敬拜，是最准的过程。为你爱你，拢把我如喜乐满满。常常感谢，基督无山，远方在你，我要全心乐乐，跳舞旋乐你名。为你跟你这个行过人世间这日，我要全心乐乐，永远乐乐可要乐，我要大声乐乐，你无散。我要全心乐乐，跳舞旋乐你名。为你跟你这个行过人世。我要全心乐乐，永远乐乐可要乐，我要大声乐，你永无散。我要全心乐乐，跳舞旋乐你名。为你跟你这个行过人世间这日，我要全心乐乐。心内，拢不断。
这时，咱来